10月7號記得投票。新界西北嘅交通難題一定離唔開就係屯門公路嘅長期擠塞。呢幾年咧，我哋民建聯團隊其實做到一啲成功嘅工作。我哋成功讓到政府承諾咗，會將喺屯門16區嘅貨物裝卸區咧會搬遷。咁一搬遷之後咧，起碼可以減少一啲大貨車使用屯門公路，咁呢個會有啲幫助。但係根源解決屯門公路嘅擠塞問題，就一定需要全力落實屯門繞道同埋11號幹線嘅落實。同時間要有更多嘅園區就業，減少跨區個工作，就可以減少交通嘅需求。喺鐵路方面咧，我哋認為屯馬線嘅港鐵嘅信號系統一定需要提升，因為人口需求越嚟越多，屯馬線亦都有屯門南延線，亦都有洪水橋站就會落成，一定要提升信號系統先能夠加密班次。最後就繼續為大家全力爭取洪水橋至屯門東至欣澳呢段鐵路，可以為大家多個鐵路選項，呢個係必須要為大家做嘅。屯門元朗120萬嘅居民得一條嘅屯馬線出市區，朝早繁忙時間咧已經逼爆㗎啦。本屆政府本身計劃咧興建一條紅欣鐵路喺洪水橋到欣澳，等啲人可以轉東涌線出市區。但係咧政府後來又話唔使啦，我哋係絕對唔同意新增幾十萬居民搬入去新界西北，一條屯馬線可以搞得掂。所以我哋堅持要先規劃新界西北到市區嘅跨海新鐵路。另外咧，屯門市中心最擠塞嘅情況咧就最嚴峻啦。區內嘅活動咧都受到嚴重影響，短期方案咧可以即時調低大欖隧道收費，令屯門車行屯公，元朗車行大欖，大型貨車亦都有誘因行大欖經青馬大橋入機場，唔使全部逼晒入去屯門市中心。長遠方案咧就係一定要加快屯門繞道同埋11號幹線嘅落實。我哋咧入到議會一定會幫大家睇到實。而家全個新界咧係有190萬左右嘅勞動人口，但係咧就只有86萬咧係留翻喺新界呢度工作。呢個代表住啲咩咧？就係每一日都有100萬嘅新界人口咧，要去到港島、九龍翻工，然後咧喺放工時候又翻返去新界。咁其實咧係對成個香港嗰個交通咧係造成好大嘅壓力。咁樣點樣可以舒緩呢個問題咧？我哋睇翻新界西北，連接住新界西北同埋港島、九龍咧，其實就2條幹道，分別係屯門公路同埋大欖隧道。但係呢2條路咧，其實都已經塞得好犀利，就好似一個心臟咁啦，佢啲血管塞咗，你點樣通波仔都冇用。我哋要做嘅係一個搭橋手術。因此，我希望推動政府盡快興建11號幹線同埋呢一個屯門繞道。希望未來咧，我哋除咗屯門公路同埋呢個大欖隧道之外咧，我哋會多一條通道，幫助我哋新界西北嘅居民咧往返港島同埋九龍，咁先可以長遠舒緩到新界西北嘅交通壓力。無論係道路同鐵路都真係唔夠，屯門公路特別係市中心同黃珠路長期塞車，元朗公路博愛迴旋處同18鄉迴旋處同11鄉一帶都不時塞車。屯門繞道同11號幹線落成未有時間表，屯馬線真係越嚟越逼啦。面對北都同屯門西嘅發展，好快就會飽和。我哋工聯會陸頌雄建議加強執法，減少部分路段因為切線打尖嘅情況導致塞車，亦都善用一啲新嘅科技協助輕微嘅交通意外去執法，盡快清空事故嘅路段。青朗公路我哋建議增加北行嘅交匯處，減輕博愛迴旋處嘅壓力。加快落實屯門繞道同11號幹線，興建新嘅鐵路連接九龍同港島，加快落實已規劃嘅鐵路，包括北環線、中鐵線同深港西部鐵路。除咗重型鐵路，亦都要研究引入中型鐵路。我係1號民建聯周浩鼎，我爭取連任。屯門新墟街市、元朗新街一帶嘅阻街大幅改善，牙科街症唔使再通宵輪候，社區保姆嘅時間成功向上調。民建聯工作有實績，我哋繼續關心長者生活福利，保障本地基層就業。跟住阿鼎爭取連任，提出3大主軸，守護1男1女婚姻制度，創造更多園區就業，幫香港繼續要聯通世界。請大家投1號民建聯周浩鼎，多謝。田議員9年前成立實政圓桌，係我哋嘅精神領袖、靈魂人物。作為敢言發聲嘅議員，我哋團隊有令人鼓舞嘅成果，亦有未完成嘅工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2號蒼豪峰接棒，令我可以延續田議員理性敢言嘅聲音，喺議會入邊爭取新界西北嘅交通基建，監察政府善用公帑，保障本地勞工優先就業。我係2號蒼豪峰田北辰嘅接班人。各位屯門同埋元朗嘅選民大家好，我係4號候選人甘文峰，而家係屯門嘅區議員，已經紮根咗喺新界西北10幾年，同時亦都係復旦大學讀緊政治學理論專業。咁咧嚟緊希望咧將我喺地區嘅經驗啦，同埋我嘅專業理論咧喺立法會合二為一，為大家出謀獻策。咁多位候選人裏邊咧，有人有地區經驗，亦都有專業嘅資格，但係兩者兼得咧，相信我係唯一一個。我希望大家1207票投4號甘文峰，多謝你哋。
保障就業係帶動經濟嘅火車頭，380萬打工仔係穩定社會嘅重要基礎。立法會需要更多代表打工仔嘅聲音。5號工聯會陸頌雄有能力、有經驗、有擔當，期望繼續喺立法會就醫療改革、就業保障、稅務支援、交通基建、發展規劃等各方面為你發聲做實事，保就業、拼經濟、為民生，深耕團圓，同創未來。請票投5號工聯會陸頌雄。